赞美耶稣，哈利路亚。OK， 好，哈利路亚，赞美耶稣。
妹平安，请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跟随神的话语，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记得将手机关静音，亲诵主在圣殿中。请听上帝的话语，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让我们双手合十来祷告。主基督普世的大君王，让我们同心合意地来到你的面前，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以口唱心和来歌颂你，以聆听顺服领受你的话语，以彼此相爱同心服侍你，以宣扬福音领人归向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让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请大家翻到新灵粮诗选第53首《诸天赞美》。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请坐。今天的起因文在诗篇104篇24到34节及35b。诗篇104篇24到34节35b。我来诵读上半节，请弟兄姐妹诵读下半节。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那里有海，又大又广。那里有船行走。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拾起来。你掩面，他们便惊惶。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他看地，地便震动。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35节 B， 我们一起来。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恭祷，让我们双手合十，一起来祷告。为北非国家埃及祷告，让基督的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让他们的民众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来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教区教会祷告，三重卫理堂高思凯牧师为教会的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台湾面临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人民及土地一切的平安来祷告，求主怜悯我们。为台湾各级政府及行政官员秉公行义，行政效能提升祷告，求主怜悯我们。为荣光堂进入55周年，教会重返上帝命定的荣耀来祷告，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用主祷文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尊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道理经课，今天的经课在《使徒行传》2章1至21节，《哥林多前书》12章3b至13节。我们请迪华姐妹来为我们攻读。今天两段经文都在教会的新约圣经。第一段是《使徒行传》2章1到21节，请大家翻开教会新约圣经的131页。使徒行传第2章1到21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声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他们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是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都不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都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米底亚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家、本都、亚细亚、佛吕家、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着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信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上帝的大作为。众人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些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因为时候刚到适时。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圣灵浇灌在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第二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的下半段跟13节，在教会圣经的189页。第3节，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够说出耶稣是主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有一位；职分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上帝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
还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够行异能，又叫一人能作为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于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以上是上帝的圣训。今天的正道经文在旧约士师记第6章14到24节，304页。士师记6章14到24节，旧约304页，由我来为大家攻读。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人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人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玛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一乙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筐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神的使者吩咐伊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上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撒弄。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厄弗拉，直到如今。诗班献诗：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是的，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啊！以下时间交由伟文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证道的主题是“我小主大”。弟兄姐妹平安，高兴在主日早上跟大家一起见面。那谢谢我们刚刚的私会哈。其实刚刚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可能有一个生字，大家可能比较少见过。在刚刚读的22节的地方哈，如果你现在手上有圣经的话，在第22节的地方，我们的私会刚刚念的字是对的，就是这个字叫做敌面。敌的意思是什么？敌就是探访或是朝见的意思，所以敌面就是他去看到上帝，或是当面见到上帝。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做礼拜，其实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预备心来朝见我们的上帝。所以还好我们的诗班、我们的敬拜团、我们所有带领唱诗的这些的同工，都要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来朝见上帝。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朝见他，来敬拜他，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也带着欢喜快乐的心，因为我们要领受上帝的祝福。先跟大家分享几个事情。我感谢上帝，今天是我跟我们家师母来到我们荣光堂满1周年的时间，所以如果按照当兵的人来说，这个叫破冬了哈。不过我的破冬是刚开始而已，不是像人家说破冬只剩下1年哈。所以感谢上帝，我跟我们家师母能够来到高雄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有1年的时间。那跟大家一起学习，但是这1年当中，其实发生很多很多的事了哈，包括我们现在还有这样的疫情还在，那这些都是以前比较没有去经历到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去在这样的当中有一些的学习。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感谢上帝，这也是我们荣光堂的一个大事情。各位，因为我们有将近1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是网络的直播。我们卫理公会除了我们教会，还有台北卫理堂是我们卫理公会里面在这里1个多月以来都是用直播的方式来做礼拜的。那去年我来教会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期待，就是我们也请弟兄姐妹在周报当中，我都有登在周报上，我说希望我们今年可以能够成长到人数成长到180个人。那如果各位有在我们的楼下的公布栏上面的话，各位会看到我们4月份的我们的卫理公会的一个人数的报表跟公告，就是我们的人数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荣光堂的直播跟我们参与做礼拜的实体的人数加起来总共是204位，所以我们破了180，而且甚至到200多。那我们的台北卫理堂跟我们差不多，它比我们只多了40位，所以我们已经叫做数1数2了啊，各位。所以感谢上帝，让我们知道说，上帝要做事情的时候是超过我们的想象跟期待。但是因为这是我们在网络上的直播，所以我们会有这样多的人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的现况。但是我们仍然是要往这个方向来进步跟努力的。福音的工作不是为了要冲业绩，不是为了要让大家好像觉得说我们的教会人数很多，而是要让我们知道需要福音的人很多。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透过直播的方式，还有实体的聚会，让我们能够帮助那些需要福音的人，他们可以进到我们当中来，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所以要开始前，也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啊，只是一个笑话啊，千万不要觉得太介意啊。各位知道圣经里面讲了一段话，这个弟兄们一定要谨记在心，知道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保养顾惜你的妻子，对不对？所以帮太太买保养品是对的，应该要帮太太买保养品，对不对啊？有一个弟兄呢，他就上网去帮他的太太买面膜，都知道女生会喜欢带面膜嘛啊。然后呢，这个他的同事呢，看到他在买面膜的时候，然后心里面就觉得哇，这个男生这么体贴，会帮自己的太太买面膜。于是他就跟这个他的同事讲说，哎，这个你对你太太真好，你会买面膜给你的太太来戴。结果呢，这个弟兄他这样讲，他说你并不知道，其实你知道女生在贴上面膜的时候，会有1个小时的时间是不能讲话的。
所以我买面膜给他，让我1个小时里面可以有得到相当的安静。这个是他买面膜的一个动机，不是因为他真的要买面膜来保养他的太太了啊。但是刚刚讲的还是真的啊，圣经里面说要保养顾惜你的妻子，保养自己的太太就是保养自己的身体啊。所以弟兄们，希望我们可以更长寿的话，就要保养我们的太太，她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长寿，更加的生命可以更加的这个健康啊。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透过他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近我们因为刚解禁哈，大家可能会发现到说，除了我们现在很知道要顾惜跟保养，我们都要常常戴上口罩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做完礼拜的时候，虽然牧师讲到要把口罩脱下来，但是我们结束之后，我们都还是会戴上。我们的诗班也都会戴上口罩，在我们服侍完之后，我们还是要去保养跟顾惜我们的身体。那当然也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这样的缘故，会有一些担心，或是会有一些害怕。所以据说现在那个精神科挂号的人很多哈，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人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有一些的焦虑。那当然我们不用说别人，其实牧师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我骑车的时候，有时候在停红绿灯，我也很担心停在我旁边的人，万一咳嗽或打喷嚏的时候，我也很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很担心别人会影响到我们，所以有的人会有产生了一个状况叫做焦虑哈。好，这个是在网络上面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当我们面对焦虑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那这个是好消息频道，他们里面有一个钱玉芬教授，他给我们的传递了一个很好的，用一些的方式方法，让我们可以让心情可以不用好像那么样的焦虑。当你碰到焦虑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处理？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面对焦虑胜过焦虑，因为我们应当是做情绪的主人，而不是被情绪来管辖的。上帝让我们管理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情绪也是需要管理的。所以面对焦虑的时候，我们怎么办？面对焦虑，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当你面对压力的时候，当你面对好像有很多排山倒海的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那这里有一些的方法，让我们可以去学习怎么样在焦虑升高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方式跟方法，可以平息跟平静我们的心。那其实要让自己的心安静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做一些的练习，反复的练习就能够重拾这样的一个平静的能力。好，请大家看一下有几个方法。第一个，要摆脱用脑思考，然后去看到你周边周遭周围的一些的状态。各位，我们常常讲说叫做钻牛角尖，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件事情，然后一直去钻那个细节，或是去钻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常常说要做钻牛角尖，以至于我们的头脑没有办法很放松。所以要把从头脑里面思考的东西转到你的所在的位置、所在的地方，还有你所站的地方、你的手脚、其他的地方，把你的专注力从你原本专注的那个事情转移到别的地方去。那第二个就是你要去练习，去了解说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你感觉到什么样的东西？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状态让你觉得焦虑？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会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你的反应会是什么？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就会开始手脚发抖，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呼吸急促，或者是瞳孔放大，或者是血压突然间飙高了。像这些都是叫做焦虑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的情况。所以去了解跟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那第三个是比较实战的、有用的，就是你可以去透过深呼吸的方式，比如说用很深的这样的吸气，然后再吐气之后，你就可以比较能够放松的，能够在那个情绪上面可以做一些的调整。所以不是说一次就好，你可以好几次的，有几次的这样的深呼吸，让你的心情跟情绪是可以得到一些的疏解跟放松的。那第四个就是你要道出你的
焦虑。所谓倒出来，就是要把那些里面的这样的控告，或是叫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想法，把它倒出来讲出来。各位，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最方便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工具，很好的利器，叫做祷告。所以透过祷告，我们可以把焦虑，可以把我们的难处，可以把我们的里面的负面的想法，包括我们里面可能常常会有那种话，就是哎呀，你完蛋了，你做不到了，你没有办法了，你已经这个失望了，你已经没有机会了。像这些负面的话，我们都把它倒在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常常会被这些话捆绑，以至于我们会被绑住之后，就觉得好像我真的很糟糕，我很差，我很不行。所以我们需要把这样的一个焦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就是倒出你的这样的一个忧虑，然后对自己喊话。怎么样喊话？就是没有那么糟糕，事情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不好，或是说可以让自己知道说，并没有如我所想象中的好像没救了，或是没有办法处理了，它是可以处理的。各位，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他常常讲这个话，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各位知道大卫王在诗篇里面，他常常讲一个话，叫做什么？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各位，如果你读那篇诗篇的时候，你就发现大卫在做什么？在做现在做的这个，叫做对自己喊话。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读圣经是很有趣的，它很贴近你的生命，它不是离你很远的。所以对自己喊话，告诉自己说，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糟糕。我的心啊，不要忧虑，因为上帝知道的，上帝知道我们的一切。然后再来，你可以用一些，比如说可以洗洗脸，然后让你自己可以放松一下，或是出去散步，去看看不同的颜色，看看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这些的材质树木。原来同一株树叶，同一枝树上面的树叶，可能那个绿色会有不同的深浅，你都可以从这边去看到。或者是做运动，让自己可以从那个叫做钻牛角尖的地方把它挪出去。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用一些的方式，让自己可以心情得到平复。当我们心情安静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来面对所面对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事情不是不好处理，只是我们的情绪不好处理。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处理情绪，以至于我们在处理事情就能够更加的容易，更加的方便。好，那同样的，今天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让大家看一下。各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讲桌上面会有红色的这个旗子，知道吗？这不是桌巾，千万不要误会，以为它是桌巾，不是啊。红色的这样的一个旗子，表示今天叫做圣灵降临节。那今天也是教会的生日，为什么？因为教会从圣灵降临的那一刻开始，教会就诞生了。教会的诞生是为了上帝透过教会要祝福世上的人，让人能够得着福音跟救恩。所以今天是教会的生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教会的一个产生，在使徒行传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当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一些在这个聚集的人，他们就领受到有舌头如同火焰临到他们的头上，以至于他们开始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2章第4节的地方哈，我们来念一下这一节的圣经，我们一起念来。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上帝帮助我们，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教会可以做很多的事工，教会可以有能力去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可以影响众人，让众人来敬拜上帝，各种不同族群的人也都会在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所以圣灵降临，让教会不是只有某一些团体或群体的人才可以在这里来敬拜上帝，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来敬拜。这里说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也就是上帝给这些在当时聚会的人，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这样的腔调声音，或者是各种不同的方言话语，以至于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的话语来敬拜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在圣灵的充满的当中，我们能够来为主做更多的见证。教会也因为这样而产生，以至于教会能够带着能力去影响这个世界。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
重拾过去上帝给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以至于我们能够重新能够再往前进。特别明天开始就是我们的荣光堂的生日周哈，我们先预告一下，6月21号是我们的教会的堂庆。我们的教会已经在高雄设立了55年的时间，也就是这个教会已经55岁了。一个55岁的教会应该是生养众多的教会，一个55岁的教会应该是强壮健康的教会。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教会要往健康的方向走。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被圣灵充满。我们不一定要叫做有很多很多的人，但是我们期待来到我们当中的人都被圣灵来充满。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人物，这个人叫做基甸。各位可能对这个人不太熟悉，因为我们所用的现在所读的圣经都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士师记是很多人不太会去读到的一段的经文。那但是基甸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常常会听到。各位，如果你在外面的时候，应该常常会看到有些人会发圣经，对不对？那发的圣经的那个单位叫做什么？基甸会，对不对？所以各位知道那个基甸会，它的名称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个基甸就是在这里提到说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各位，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基甸一点也不像叫做大能的勇士。当这个场景的时候，各位知道那时候基甸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在酒榨里面在那里打麦子。各位有看过人家在这个收割稻子的时候，铺在路上，然后在那里打那个稻谷的时候，我们通常都很大方的放在路边，或是放在如果是一般的三合院，叫做放在那个那个城里面哈，那个大的空间里面去晒那个谷子。但是这个人他为什么要在酒榨里面去打麦子？各位知道他的环境、他的世界发生什么样的事吗？他的世界里面发生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有外敌入侵。他的外敌是谁？他的外敌是一群叫做米甸的人。这一群米甸人，他们做什么？他们是到处烧杀掳掠、抢劫的。所以，如果你今天家里有麦子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就抢你的东西，以至于你可能你的收获全部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基甸他为什么要躲在酒榨里面去打麦子？因为他怕米甸人要抢走他的麦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基甸他正在做什么？他是一个农夫，他是一个农家子弟，他并不是一个大将军的后代，他没有任何的背景跟能力。他在酒榨里面打麦子，他不过就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平凡的人遇见不平凡的上帝的时候，生命就会有极大的改变。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的圣经，士师记6章12节。我们来看一下上帝称呼这个基甸是什么样的称呼。我们来念一下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如果我们是基甸的话，我不晓得你听到这个话，你的感觉会是什么？也许你会觉得说，你是在讽刺我吗？你是在刺激我吗？我现在是躲在酒榨里面打麦子，我根本不敢去面对我的敌人，面对这些米甸人，我是没有勇气、没有胆量的。你居然称呼我叫做大能的勇士。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个状态，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很糟糕、很差？其实你是很微小的，你什么能力都没有，但是突然间，你要成为某一个角色，或是成为某一个身份，或是你要成为某一个职位的人，你可能会觉得会有焦虑，会有难过。我没有那个能力啊，为什么要叫我做这个事情？特别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有些人你可能会发现说，突然间有一个职位临到你了，你可能被拣选成为教会里面的某一个小组的小组长，你可能做主日学老师，你可能突然间成为某一个服侍的角色。我有什么能力啊？我有什么能力？以前我带过一个年轻人，他念神学院的时候，他是民间信仰家庭，后来信主，然后来到教会里面。后来他被接受呼召，成为传道人。他到神学院去念书的时候，他在台南神学院念书。各位，你知道台南神学院是很传统的学校，跟这个宗派是长老教会。然后他到学校去念书的时候，他说：“我听到的都是人家说
我是某某长老的儿子，我是某某牧师的孩子。所以他说他什么都不是，他的爸爸妈妈才刚信主，跟他一样。他说我什么都不是，那么我怎么来到这里能够来读这样的一个书？我怎么样在这里被上帝来使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在乎你是什么样的人，而是在乎上帝与你同在。所以士师记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士师记6章12节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因为你的背景，不是因为你的身份，不是因为你的角色，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能力，而是因为上帝与你同在。如果今天上帝不与你同在的时候，基甸仍然是基甸，他仍然是那个打麦子的农夫。但是当基甸认识上帝，他知道上帝是有大能的时候，那他同时也成为那个大能的勇士。不是因为基甸很会很厉害，而是因为他遇见那个大能的上帝。所以上帝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如果不是上帝的同在，这个基甸仍然是一个农夫，仍然是一个打麦子的人，他没有任何能力可以去解救他的同胞，解救他的百姓。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这个牧师他这样提到，他说：正如上帝先前并不是因为你的境况高贵才拣选你的，上帝没有因为我们是因为背景很好、家世很好才拣选我们，所以同样的，他也不会因为我们的境况卑贱而丢弃我们。我们可能会失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不成功的地方，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或缺点，但是上帝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很高贵而拣选我们，所以上帝也不会因为我们的失败或是我们的卑贱或是我们的不成功而撇弃我们。上帝拣选我们是因着他的恩典，上帝使我们能够服侍他也是上帝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的家世背景跟能力。各位，在华人有一句话讲叫做将相本无种，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将相本无种的意思就是，不是特别你是从哪一个背景家庭出身的人，你才能够成为那个角色；不是因为你是将军的后代，所以你就可以成为将军；不是因为你是某某官员的大官的后代，所以你以后就可以成为大官，不一定是这样的。上帝拣选每一个人，是因着他的怜悯，是因着他的恩典，以至于我们能够被拣选成为那样的一个角色，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比谁好，不是我们今天比谁强。所以上帝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份高贵才拣选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卑贱他就会丢弃我们，并不会这样。上帝仍然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侍奉他。但是我们来看一下，面对这样的一个宣告的时候，基甸他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15节的地方，基甸怎么回应耶和华的使者。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节圣经，我们一起念来。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玛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基甸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角色。他说：我是玛拿西支派的家族，我的家在众人当中是最贫穷的，我是最微小的，我在我家里面还是最微小的，我怎么可能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上帝怎么会用我这样的人能够来做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面对服事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很害怕，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没有那个背景，我没有那个家世，我没有那样的一个被栽培的这样的计划，我是不小心被放到这个地方来的，我怎么知道我突然间就被拣选了？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我是至微小的，我是至贫穷的，我不应该得到或是不能够有这个位置。亲爱的弟兄姐妹，最近有一位执事常常跟我分享，他说我们要常常思想我们是怎么样到现在这个位置上的，我们是怎么样到现在这样的情况跟这样的一个光景里的。55年来，我们的荣光堂在这个地方设立，我们经历过好几个搬家的情况，我们也经历过我们从很小的会堂，然后开始成立成为一个正堂的教会，之后我们可能从50-60个人一直增长到100人，以至于到我们现在超过100人以上在这里能够在这里聚会。上帝是怎么样带领我们的教会一步一步在这里55年的时间这样的带领我们？我们并不是有比别人好的资源，我们没有比别人好的环境，我们没有比别人更好的这些的设备，
但是上帝如今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让我们的教会设立在这个地方，我们居然能够成为有一个这么样漂亮的会堂的教会，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这么多丰富资源的这样的一个会堂，在卫理公会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许是至微小的，我们也许在众人当中是最贫穷的，不是因为我们的背景跟能力，而是出于上帝的拣选。上帝拣选我们能够来侍奉他，上帝拣选我们能够来服侍他，上帝同样透过我们这个微小的小小的教会来服侍全台湾，来服侍我们的众教会，来服侍我们的台湾这块土地的百姓。虽然我们微小，但是上帝使用我们，让我们的荣光堂能够在这里设立55年的时间，以至于我们在这里还是能够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微小，但是上帝是至大的，上帝是至大的，以至于我们因为上帝的帮助，我们做不到的，上帝能够来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所以不是因为我们要变得更好，上帝才更爱我们，并不是这样。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条件，上帝特别爱我们，并没有。我们荣光堂在南部的众教会当中，我们也不是一个叫做最大的教会，或者是叫做一个最棒的教会，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叫做健康的教会。那个健康的教会是因为有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不是因为我们拥有很多的资源，或是我们拥有很多的钱财，或是我们拥有很好的设备。虽然我们的设备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不是因为这样上帝更爱我们，而是上帝给我们怜悯跟恩典，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透过这些的资源来服侍众教会，来服侍众弟兄姐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因为我们变得更好，上帝才爱我们，是因为我们即使这么不完美不完全，但是上帝仍然怜悯我们。所以有很多人以为说，来到教会里，你必须是要成为一个好人，你必须是要成为一个品格品性很好的人，才能够进到教会里面来。上帝没有要求我们要成为一个好人才进到教会里面，上帝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接纳跟接待我们。我们来看21节的地方，在这里基甸遇见神，然后他发生了什么事情？2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圣经，我们一起念来。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基甸遇见神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要奉献在上帝的面前，但是我要知道是不是上帝跟我说话。基甸他是一个谨慎的人，他知道有声音对他说话，但是他不是马上就说好我就这样去做了，或是我马上就这样去行了，并没有。他很谨慎的在他的每一步上他去做确认。各位如果看圣经里面的话，基甸被上帝拣选之后，他除了这一次他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看上帝是不是拣选他以外，他也曾经用羊毛来测试上帝是不是真的拣选我。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自己抬得很高，觉得说上帝拣选我，所以我好像成为大能的勇士，我有能力，我有很大的 power， 我能够做很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上帝的作为跟我们所想象的并不一样。上帝要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是谁，以至于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而是因为上帝的拣选。所以当基甸他把他的奉献带到上帝面前，他把肉，他把汤，他把这个无酵饼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的使者透过杖头去燃烧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以至于他看到这不是人为的，这是上帝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用人为的方式要去取代上帝的工作。我可能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事情，是人的骄傲不能够成就上帝的事情，人不能够因为说自己背景家世很好，就觉得好像上帝就透过我们做一个什么样很大的事情。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事情，就是我去念神学院的时候，20年前我到神学院念书的时候，那时候我给自己有一个很高的期许，就是我求上帝帮助我，让我可以能够拿到学校最好的成绩，然后我可以成为学校第1名毕业，然后去到国外去拿学位回来。
我要到神学院里面当老师，然后把那些叫做不合格的人，叫做不适当或是不能够被上帝用的人，把他们砍掉，因为他们是不应该来服侍上帝的。你知道人的骄傲会变成这样，会觉得说好像我应该是帮上帝拣选这些人。后来上帝让我在一个祷告的当中学习一个谦卑的功课，他直接的问我，上帝直接问我说：蔡伟文，你是谁？你用什么来拣选我要用的人？你凭什么拣选我要用的人？你也是一个不配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了解自己不配的时候，我们被上帝使用，我们才发现我们真的要谦卑啊！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样可以夸口自己说我学历很好，我能力很好，所以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神学院第1名毕业，不代表你的牧会就是第1名，要先能够了解这个啊。所以即使你很会读圣经，你很会有这些知识，但是不代表你的牧会就会是第1名的，你就可以得到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肯定跟称赞。并不是你的学历能力好，上帝就要使用你，上帝用的是谦卑的人。我们看一下这里，人或许会轻看我们，因为我们的处境改变。然而，上帝绝对不会这样做。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的处境改变，或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难处，以至于他就不理会我们了，或是就拒绝我们来服侍。上帝仍然拣选我们来侍奉，来成就他的工作。最近有一位今年考牧的一位牧师因为他今年要考长牧，卫理公会有几个教阶的制度，就是要从传道变成副牧，然后副牧再变成长牧。那感谢主，我们的凤山的高传道今年已经考上所以他今年会被安牧的。但是各位，考试并不是代表所有的人通通可以考上的。那今年有一位副牧，他就没有办法考上这个长牧，也没有办法能够顺利的升等。他曾经跟我分享，他说他有好几天的时间为了这样的事情感觉到很挫折，觉得很受伤。难道上帝不使用我了吗？难道上帝不要用我在一个重要的位置跟角色上？后来这几天他跟我交通的时候，他说他生命已经改变了。他说他不再被这样的一个负面的想法给捆绑。他说我很感谢上帝，虽然我今年没有考上那个长牧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跟角色，但是上帝让我更专注跟专心的在我的牧会跟牧养的工作上，以至于虽然我好像没有在那个身份跟位置上受到提升或是调整，但是上帝让我把眼光从很多的这些复杂的事情里面转回到专注在我的教会的事工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因为我们的失败，上帝就不拣选我们，上帝反而是让我们可以关注到有一些我们忽略的东西。这个牧师，这位副牧，他虽然没有考上今年的这样的一个升等，但是他很感谢上帝，是上帝把他从眼光从其他的地方抓回到他的牧养的教会里面。所以也许人会轻看我们，人也许会对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是失败的，但是上帝不会因为这样改变他对我们的计划。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4节的地方，这里基甸他对上帝做一个什么样的回应？24节我们一起念这节圣经，一起念来。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人写信给你，上面写耶和华沙龙，不要觉得那个沙龙是在剪头发的那个沙龙，不是啊。耶和华沙龙是什么？耶和华沙龙就是上帝是赐平安的上帝。当基甸他被上帝拣选之后，他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拣选跟能力的时候，他立刻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在上帝面前筑一座坛。他知道说是上帝给他这样的恩典跟能力，以至于他在上帝面前筑那座坛叫做耶和华沙龙。我本来遇见上帝是应该要死的，但是上帝重新让我得到力量，以至于我能够成为那个大能的勇士。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甸本来是一个农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一个没有人会去注意到的。但是当他遇见上帝之后，当他遇见神之后，他的生命改变，以至于他能够成为拯救以色列人的英雄，成为大能的勇士。不是因为基甸他能够会什么，他有很大的能力，并不是，而是上帝的拣选，上帝与他同在。所以耶和华沙龙就是上帝赐平安，让他能够在一切的事上都能够得着这样的平安。
所以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能力会、我们能力强，而是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们能够这样来服侍跟侍奉。所以再破碎都能够得到上帝的更新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糟糕、很差，我是很微小的。虽然我们很微小，但是上帝是有大能的，他是帮助我们的，他是靠近伤心的人，能够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也许我们不算得什么，但是上帝是有大能的上帝。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有几个功课可以学习。第一个，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司布真牧师，他这样说：他说，当上帝将他的孩子放在火炉中试验的时候，我们可以确认他自己必在其中。各位，在旧约圣经中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各位如果看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的3个朋友，他们因为反对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以至于尼布甲尼撒王做一个决定，就是要把他们丢在火湖里面，因为这些人是不听长官的话的，这些人是不听国王的话的，这些人是不听话的，所以要把他们丢在这样的一个火的试炼的里面。然而上帝透过这样的事情，让尼布甲尼撒王看到上帝与这3个平凡的人、一般的人同在，以至于这些的火并不能够烧到，并不能够伤害到这3个忠心敬拜上帝的人。所以上帝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在试验中，在火的试验里面，我们仍然不害怕，因为上帝就在我们的当中。好，这也是另外一个司布真所讲的，他说不要惧怕，主是常与我们同在，常与你同在的，在一切猛烈的试炼中，他的同在是你的慰藉和平安。上帝才能够真正给我们平安，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转变改变什么，上帝同在，我们才能够在患难当中有平安。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卸下重担，不再忧虑，因为我们可以把忧虑卸给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比别人有一个更优势的地方是，别人在忧虑重担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可以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然而基督徒是可以把我们的重担忧虑卸在上帝面前的。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上帝同在，我们就有力量。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从上帝而来。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4章7节，我们来念一下这节圣经，一起念来。我们不过是瓦器，里面却有这宝贝，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上帝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能力是上帝给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不是我们自己有家世背景，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所以可以有这样的力量，是上帝在我们的里面做奇妙的工。诗篇121篇讲得更直接，我们来念一下诗篇121篇的第1节、第2节，我们一起念来。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当你觉得没有帮助、没有力量的时候，可以去思想这句经文，他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德瑞莎修女，她这样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大事，但是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做生命中每一件平凡的事。所以不一定我们都能够做大事，但是上帝可以给我们有无尽的爱跟恩典，让我们可以把每一件平凡的事都能够好好的去完成。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不过就是一个主日学老师，我不过就是一个小组长，我不过就是一个教会里面小小的执事，我不过就是一个教会里面小小的传道人，我们都不能够做什么。但是上帝无尽的爱能够帮助我们把一件平凡的服事，把一件平凡的事能够把它完成，把它做好。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件服事都是大事，我们的每一件服事，当我们能够忠心的摆上，都是服事上帝的大事。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得益处。所以当上帝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这里面得到一些的帮助跟好处。上帝也希望我们得到益处。上帝能改变一切，即使在没有指望跟解脱的时候也不成问题，他要叫我们能够得益处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牧师他这样写，他说：爱神的人和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虽然世上的万事，世上有各样的事情，但是都是要让他来得益处的。
上帝预定各样的事情都要让我们来得益处。虽然也许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象中跟期待的，但是上帝必然要使我们透过这样来得益处、得帮助。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地花姐妹所读的经文里面，也有这样的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这里提到，他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要叫我们得益处，要得祝福的。虽然也许看起来好像这个事情是负面的，但是上帝要透过一些事，让我们看到它有一些正面的意义在我们的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还没有来荣光堂之前，我在桃园的时候，我们曾经中间经历过一次的搬家。那个搬家不是因为正常的状况搬家，那个搬家是因为桃园卫理堂是一个小教会，所以其实它的经费不够多。那我们本来住的那个木宅，大概租金大概是13000多块，但是因为教会付不起那个木宅的租金，所以我们被迫从比较大的房子要换成比较小的房子。当然，这对教会也有益处，就是因为租金从13000块变成9000块，每个月可以省下4000块的这样的一个支出。但是问题是，谁可以付搬家费用？谁能帮我付这个搬家费用？因为一般我们如果调派的时候，搬家都是总会付钱的，但是这是在正常情况下，教会怎么可能会付这一笔钱？而且桃园卫理堂又是个小教会，所以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支出的。所以后来我的财务主席跟我讲，他说：“牧师，很抱歉，教会没有钱可以给你搬家，你可能要自己想办法。”各位知道，牧师并不是有钱的人，我所有的财产不过就是一部摩托车而已，我不可能透过一部摩托车把我家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搬完的。那一趟的搬家需要花掉大概12000块钱的这样的搬家，因为家具很多，还有书籍很多，没有钱怎么办？我很感谢上帝，是上帝没有给我透过正式的管道得到这一笔钱。当我跟上帝祷告的时候，我几乎花了1个礼拜的时间在上帝面前禁食祷告。那时候还有能力，因为现在比较胖哈，所以还是有能力可以这样禁食祷告1个礼拜的时间。然后上帝做了奇妙的事情。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在屏东有一栋房子，那她跟上帝立了一个誓约，就是上帝如果让她的房子可以出租的话，那她就要把第1个月的这个房租的钱要奉献给上帝使用。所以后来这个姐妹她听到我因为搬家的事情而有这些困扰，所以她后来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她把她的租的房子的第1个月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房租的钱，她就拿来奉献，然后指定为牧师的搬家费用来奉献。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那一场的搬家当中，12000块我没有花到任何的金钱，而那个姐妹的月租房租刚好就是12000块钱。上帝的作为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想办法从哪里生钱，从哪里把这些东西给弄出来，但是上帝的作为就是奇妙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奇妙的上帝，我们应当要看到上帝在你的每一件事情上面，他都做奇妙的工。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谦卑的信靠和仰望基督，不是相信自己，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看每一件事情都有上帝的引领跟带领。基甸不是一个有名的将相，他不是一个谁的后代，不是一个叫做大有能力的领袖的后代，他不过就是一介农夫。但是当他遇见上帝的时候，他的生命可以改变。各位如果看到后面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上帝透过基甸率领了300勇士，居然可以打赢几万人的米甸人。上帝透过一个微小的人，他的大能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很强，他拥有很强大的军队，他拥有的是300人，但是300人可以打赢几万人的这样的一个部队，是因为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够面对你的生命难处，你能够面对你的困境，不是因为你的才能，不是因为你的势力，而是依靠上帝的大能。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上帝的灵才能够成事。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去经历在这一年当中，上帝要在你身上要做的工作。我们是微小的，
但是上帝是至大的。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是微小的，你知道我们微小，但是主你是至大的。愿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掌权。主啊，我们的教会也是微小的，然而你要在我们的当中掌权，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成为微小的教会，但是却能够发挥极大的影响力，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的当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使我们满得圣灵的能力。今天你圣灵就充满在你的教会，充满在你的会堂里，充满在信靠你的人身上，好让他们得着能力来为你做见证。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伟文牧师用神的话语坚固、激励、造就我们。今天的金句，让我们一起来攻读，让神的话语成为你一生的帮助，让神的话语砍在你心里，无论你走在哪里，成为你一生当中最大的帮助的来源。今天的金句，让我们一起同诵2次。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是平安的意思。这坛在亚比以谢的俄弗拉直到如今。士师记6章24节。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是平安的意思。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士师记6章24节。现在让我们用诗歌来赞美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恩雨大降，在心灵粮诗选210首。圣灵能复兴，主大慈爱已经应许，必使灵恩如大雨，恩雨降恩雨，愿主圣灵充满我，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施恩雨，必使灵恩犹如大雨，教会又得到复兴，高山低谷都得蒙雨，各处恩雨大声，恩雨降恩雨，愿主圣灵充满我，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施恩雨，必使灵恩犹如大雨。恩雨降恩雨，愿主圣灵充满我，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施恩雨，必使灵恩犹如大雨，圣灵已经大降临，今将我最近都承认，高处我心，恩雨降恩雨，愿主圣灵充满我，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施恩雨。让我们双手合十来祷告。创造救赎我们的恩主，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在这个疫情弥漫全世界，恐惧的灵抓住大家的心的时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孤单。你的看顾，你的保护，你所赏赐那平安喜乐的灵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感恩。谢谢恩主。现在我们也愿意把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按我们的心意奉献给你，求你悦纳，也求你赐福孩子常常有一颗感恩的心，常做你所喜悦的事情。求恩祷告，奉主圣名，阿们。请视线的同工到台前来，也请我们预备心，恭敬以金钱奉献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第一次来的新朋友还未预备或不了解奉献的意义，请安静在座位上，让奉献袋经过你的旁边。请我们一同站立。请坐。让我们一起来唱诗，我们成为一家人。为了大家的健康，让我们拱手不握手。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路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成为神。因着耶稣，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
生的产业。请坐。我们来报告教会的消息及肢体的消息。今日为圣灵降临主日，欢迎参加聚会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你们。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主爱宴暂停，以后看情况再恢复。教会已经恢复了实体的聚会，下周为圣餐主日。本堂在严守疫情管制的办法之下，照常会举行圣餐礼，请会众预备心来领受。每周四的晚上7点半有查经祷告会。这个礼拜查经的内容为希伯来书11章17至31节，欢迎大家来关心教会的事工，热议一起来祷告。教会将会在6月7号第一周开始恢复成人主日学时间，请弟兄姐妹们以主日之后11点20到12点10分参加。6月21日为教会的55周年堂庆，请大家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本堂会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今年会缩小庆祝的范围。在台语堂，我们会邀请高真营传道来证道；国语礼拜堂会请庞君华会督证道，并邀请凤山卫理堂的会友们一起回娘家来参与堂庆。也请支持教会的网络直播事工及改变新的牧养方式，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也为弟兄姐妹们工作稳定、身体健康、不受疫情的影响来祷告。在6月份，制服艺人学院的老师们有招募暑期课程，请为课程的顺利来祷告。本堂的吴婉莹姐妹，她曾经担任专业声乐老师，也是合唱团的指挥，愿意帮助教会训练爱乐者的发声练习。名额不限，对象也不限，费用呢自由奉献。开课的时间在6月13日，每一个礼拜六的下午2点半到4点。如果你有意愿，请到办公室找淑清干事报名。校园团契在6月6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7点，会在荣光堂5楼举办4D 门徒动起来青少年门徒培训带领技巧，讲师是潘慧珍，欢迎青少学子踊跃参加，请向牧师或是嘉恩组长报名。刚刚我们也来欢迎我们今天新的来宾，会有新的弟兄姐妹，张燕龙，欢迎您，请坐。还有谢义瑜，我们欢迎您，希望你常常来我们教会聚会。我们也来为我们肢体来祷告，为暑假期间即将到来弟兄姐妹暑假活动的规划安排的顺利来祷告，也为李孝义是圣会姐妹的儿子，6月份他要警察考试来祷告，也为身体不舒服的兄弟姐妹们来祷告。瑞美的母亲，她是左脸蜂窝组织炎的复原，还有申丰的父亲清凉弟兄的身体，还有百芳姐妹右手脱臼的恢复，桂满姐妹喉咙声音的复原，还有秀妹的父亲金土弟兄的身体，还有涂红淑妃姐妹她摔伤骨折的恢复，芝华姐妹的脊椎的手术，品纯弟兄的牙齿矫正，木恩小朋友的血小板的指数稳定，
还有师母孙妈妈的身体，还有周雄弟兄的身体的复原来祷告。也为今年升学的学青来祷告，萧彤、赵宇、嘉恩、玉慈、安婷、月心。那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请问牧师还有没有需要？请会众站立，3-1颂。请牧师来为我们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圣灵大大的充满。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殿乐，在殿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事工来代祷。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也欢迎进来，牧师要为你们祷告。